再来看今仔早起哦，嘛，有一场针对人工智慧的研讨会，有学者是认为，即马有袂少人对这款新的技术感觉真惊吓，也毋过因建议讲会当透过接触了解，甲亲像 ChatGPT 这款应用当作是工具，学习使用新的科技来面对未来的世界，政府嘛应该爱提供协助。有啥物问题问 ChatGPT， 拢会提出完整自然的回答。ChatGPT 引起 AI 人工智慧风潮，侪人也关注能力愈来愈强的 AI， 敢会取代人类当咧做的侪工课。有人就去跟 ChatGPT 对话哈，问他说哪些工作会被取代？这边有一张黑漆漆的，就是那20种工作。包括旅行社、市场营销分析等等，拢伫咧 ChatGPT 家己讲的20种工课内底。但是伫台湾发展医疗影像 AI 技术的业者认为，现主是要是协助的角色。现在的社会数据是呈指数型的成长，但是现在很多产业的能力就是并不是相当的足够，来处理这些数据，借由导入 AI 的这个工具，然后来这个辅助各个产业的人，来处理这些庞大的数据。现在大家用 ChatGPT 应该会发现，它常常会无中生有，我们人还是要在后面去确认它的资讯是否正确。AI 当时行台湾敢有对好调？国政基金会指出，根据统计，台湾有一半的产业对 AI 也无了解，也是当咧评估。业者表示，引入 AI 的初期，确实真侪医师对 AI 有疑虑，但是现主是有咧豆豆改变。学者也认为观念爱对咧变化。但台湾硬体比较蓬勃一点，然后软体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。但是这个技术其实是某种程度是纯软体的。台湾在这一方面，可能有一些规范上面还是比较硬体思维。学者讲，面对 AI 风潮，要加接触、认捌、了解 AI 的专长，就知影安怎利用 AI。国政基金会也建议政府应该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，掌握 AI， 提升因的营运动能。记者郭文正、准优台北报道。